也说的我点的，马，连马说了这样，跟人民送运的很多年，啥节目比较手表的是对上，这个怎么日期的那个这里马，调我们马，也有我们马是这样的，人家叫早点是，那一场比较多的这样的多，身边他们这个妈妈就能当马子，嘛在身边他们这厂家里有的，身边了谁个月经。让你就快也他们那身边的人就比较忙了，身边过年嘛，他们的钱呢，领导完身边他们这些人都嘛去行，身边这里的人都忙了去了，人家身边这些人忙了去了，老板了长久没去过，人没去过呢，老板都不去了，领地啥圈的嘛去了呢，别完了长久没去，也是到山东常务书今天在这个长面把这个弄的呢，身边里的忙也去了，忙嘛去了的呢，嘛去了嘛在的呢。每一天啦，俺们买些帮在那边的身边那边，俺们几点一年都上，在那上面买点呢，然后嘛，那这个上面当的很多东西给俺都大了的，我那在上面给俺都大，这么大，这样一样大。以这样的方式来去思维之后呢，看能不能在内心当中升起这个知母之心的。有没有真正的一个升起？知母之心一定要观察，先前面这些理论呢，要观察研究，之后呢，你自己觉得说，所有的众生呢，包括我的敌人，全部是我的变成我的母亲，我的父母当我的父母，非常过去恩德过的一个父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知母的这个心？有没有升起？要观察，观察之后要观察。如果呢，还是没有办法理解，还是没有办法升起真正的认不出来的话，那下面呢，理解，等到上面买的呢，然后嘛，当店里面的事，我呢可以问自己，那你请问你没有父母吗？没有父母吗？问，一定要这个要提问，自己问自己。店里然后嘛，店里没当谁呢？店问的忙我说的，这里这样问的话，怎么回答？请问你没有父母吗？当然有啊，这辈子的父母我也就知道，一定要就是回答这个，自己回答自己的问，然后自己回答。那这个嘛，我说的月亮嘛，我是，一定要你妈妈说的嘛了这个过程。有的就是刚才回答是所谓的有啊，当然有，这个是就是所谓的有。这个你怎么理解？要回答这个，怎么样的理解才回答，对不对？怎么样的去理解才会回答说我有母亲的？因为这辈子有母亲，所以说你就勇敢的就是回答，不是吗？就是有了这辈子母亲，那可以开始这个转过去，这个理论，看法对。这样的理论，这样的道理，把它转向到过去式，就慢慢推演到前世、过去世。如果说今生有母亲的话，为何过去世当中没有母亲呢？都是现在样做的，这样我来讲，长嘛。这样往前面推演之后，然后呢，那时候有想到有这个。妈妈的存在之后，再重新转个向。很多个，但忙不要的，什么忙不当的工作的，咱也不要。所以呢，就是用很多这个巫术的正理来去思维。以前呢，人的某些工作的他领域多的人都在上面，每个大人那边都高阶的老几。每个的实际的耶稣当然有原本人们这边的，但是苦心本呢，哪来嘛那么穷呢？
남름도 똑같이 타바시 태우 아담마시 북수게 되는 정바데 통마이베다 데 페지디 지미고 그러게 되는 민세게 되는 게르 땅지는 되는데 사치디 야고这因素。好，所以呢，这个在这个我们掌中解脱里面，特别是这个帕pom卡大师，在这个法本经书里面，把这个知母的这个科判加以的解说着，特别的加以的解说。因咱的朗中国年做了多个地了，很多事物要说。之所以呢，修持道次第的人来讲的话，就会有很大的帮助，让他能升起觉悟正量。你说的人们来的提出，对吧？所以呢，这些都是别的方面没有的特殊的这个一个可以说特殊的优点。这个印象的，单边科技话呢，哪里没那个从结果送的话，好，让人觉得呢，让别人的多个地方吧了，开发其他要是的。所以呢，这边有讲这个，现在将此语可以开馆。这个如教授般的科判是我在上师前苦修的成果。凡以法本为定课及肩负弘法重任的人士，若能维续制一规矩，将极有助于人们升起道次第的正悟。